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1月初9公视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大佬，早起台湾股市也大起，开盘就跳起哩13053点，搁再创造出有史以来上界悬的指数。世界卫生大会今日继续开会，总是台湾同款无接到邀请。外交部也讲，中国一再阻挡咱，确实真不满。欧洲联盟宣布有包含瑞托菌这款成分的安胎药啊，因为副作用重，全面禁止使用。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今日佫新增加一个20几岁，对欧洲的乌克兰这国要来台湾做头路，说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女性。目前国内病例总人数计共是578人。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罗一军医师上届新的说明。今天要公布一例境外入的新冠肺炎的病例来跟大家做说明。这是一位20多岁乌克兰籍的女子11月3号从乌克兰经土耳其入境台湾来工作。那她在出发前搭机前的3天有检验阴性的证明，入境的时候是没有症状不过入境后到防疫旅馆呢进行居家检疫的期间呢，有出现鼻塞、嗅味觉异常的情形，也有主动通报，经过采检之后呢确诊，那目前在住院隔离当中那我们有掌握他的接触者54人。过来讲，打当选美国总统的 Joe Biden， 昨也就是礼拜日早起，照过去贯穿的作风，含亲人做伙去天主教堂望弥撒，参加感恩的祭典。现任的川普总统是连续2日去拍高尔夫，车队一个驶出门，路边道民众发声咧甲抗议，总是川普总统依然继续伫咧网络表示，家己才是真正选赢的人。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7日早起，甲厝里的人去德拉瓦州威明顿一间天主教堂参加望弥撒，这是过去差不多逐礼拜日拢会做的代志。拜登过去2015年因为脑癌过身的大汉后生，无伊的梦远行咧。伊的爸母第一任太太甲查某囝闹面嘛拢待伫咧附近，这嘛是头一摆以准总统的身份参加望弥撒。现任总统川普是连续2天去维吉尼亚拍高尔夫，伊的车队离开发火时阵，路边有民众对伊举牌大声喝休。川普拒绝承认败选，7日伫推特破文强调讲，家己已经赢一场选举，毋过拢去推特注文建议，无认说川普这场选战已经转做法律战，而且讲已经向真济州提起诉讼。其实拄选前到选后，拢有人诱讲川普若是败选，会拒绝移交政权等等的相关消息。There is no leg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ncession or the lack of concession. Trump isn't going to be president on January 21st, no matter what. Biden has joked about the Secret Service knowing how to remove trespassers from the White House. He could just refuse to coordinate with Biden and with Biden's staff, thus making it hard for Biden to hit the ground running. 伫咧参众2院的选举结果，根据全国广播公司的统计，民主党伫咧众议院摕到225席，共和党摕到210席。参议院的方面，民主党甲共和党两党伫咧席次方面暂时是互相比拼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美国的新总统 Joe Biden 上任了后，和台湾佮有中国的往来会怎样变化？咱国的学者是分析，相信美国的政策依然是会保持对中国大硬、对台湾支持。不过比较川普总统量必会较弱软，可能会开始和中国加减交流。若袂台湾武器之战，相信拜登总统同款会继续批准，政策袂改变。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7日已经发表胜选演说，传闻总统目前敢若伫咧推特顶关发文恭喜。总统府发言人强调讲，蔡总统会搁另外以特动的方式来恭喜胜选者。学者分析，拜登甲蔡总统今次会当透过恭喜的电报，也是打电话交流，是后续美台关系观察的重点。如果说拜登这一方面有意愿那双方就会通话；如果就拜登这一方面忙着这个就是权力的转移这个事情那两人通话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学者普遍认为讲，伫咧拜登领导之下，美国也是会维持对中国大政的、对台湾支持的政策，毋过袂像川普时代态度遐尼硬，是会保留甲中国交流的可能性。如果跟奥巴马时代来相比，那个台美关系在拜登的这个主政的时候，绝对还是会往上走那只不过是说，如果跟那个川普来相比的话，他搞不好进的速度不会像川普那么快那么直接这样。
拜登他对中国政策的基调可能不会像川普那样的对抗性那么激烈，预留一些有可能美中之间保持合作的这样一个窗户，让这个竞争关系变得比较可控。若是白宫主人改变，敢是影响对台的军售？专家分析，美国对台军售可能是川普的规定，拜登的对立做。川普政府已经宣布了对台军售，是不会变动的。那第二个就是后续的，就是拜登政府他的对台军售的项目还有质量，应该也不会再退回去，应该是回不去了。苏志芬表示，美国对台军售的主要方向无改变，像讲军售方式也是维持随教随审，袂登去到英国报告式军售。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国家安全局区国情局长早起伫咧立法院表示讲，照看美国压制中国交飞台湾的政策，未来应当是袂变。咱家己嘛着爱担当，袂当一味依赖别国。顶日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 Facebook 铺出几大群支持川普总统的老话，国家安全局当嘛查出，迄寡人的电脑主机拢是伫咧海外，多数佫拢是假口做。美国总统大选告一段落，台湾外交国防要安怎因应美中台的局势变动，嘛受到大家关心。初九早起，国安局长邱国正去立法院接受质询，强调讲，无论美国总统什么人当选，美国阻挡中国亲近台湾的政策无改变。毋过两岸问题，台湾也是需要家己帮助家己，袂当干那想要挖靠别国。美国不管哪个当选，我们大概整体来讲的话，还是走向这个俄中有台，我们也不预判将来会绝对如何走向。但我觉得一个政府交接当中，它有一个要调整的这个步调快或慢，这不是我们能够来掌控的。外界分析，美国大选确定了后，美中第三方的政治冷静期，邱国正强调讲，美国政府交接的脚步是紧也是慢，毋是台湾会当掌握。嘛有立业立委指出，新任总统拜登的执政团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听证定数才会当确定。目前美国参议院是由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掌握，也阁是变数。美国的政治交接的空棚期。国民党立委是烦恼讲，美选结束了后，是中国还台的最佳时机。大陆有没有可能做出解决台湾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举措？我们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其实中共对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武力犯台。局长，我知道各预想可能的状况，我们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措施。美国在台协会官方面册伫初5到初7期间，去川普的支持者洗版。民进党立委质疑讲，这是网军想要带方向来制作台美对立。国安局对查6月 IP 为地，主要伫咧境外，而且大部分是机器人的口做。如果是收钱办这种事情，那就要查喽。它不是自由的言论表达。有网友伫咧 PTT 国科办表消息，指控国安局训练中心校长主任甲上校副主任会性骚扰女特科学员。邱国正表示，已经立案组成专案小组伫咧调查当中，国安局无希望看到违法犯纪的代志来发生，一定会秉公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陈明通主委伫咧立法院也指出讲，中国要破坏咱和美国的合作，达到统一的目的，这站绝对袂改变，只有是会对情势春秋那尔。在野党立委咧探问蔡总统敢有可能和中国国家的主席习近平会面，但主委也强调讲这是无意义，因为咱所要求的是对等甲尊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宣赢这届总统大选，针对未来两岸的关系敢会有改变？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指出，中共对台政策一直拢是以统一做基础，未受到美国大选结果的影响，毋过研判可能会加速操作统一。中共视台湾议题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全力阻断美方对台海议题之涉入，并破坏台美合作关系的提升。那么，其对台政策不会受到美国大选结果影响，将会借可能的发展策略迂回或加速操作其所谓的统一进程。面对两岸经济的发展，陈明通强调讲，要以无设前提沟通来对话，促进两岸良性的互动发展，嘛引起外界好嫌，敢有蔡实会的空间。陈明通认为蔡实会是无意义的，因为政府是爱有对等尊严原则之下有意义的对话。面对南亚立委陈玉珍一直问，陈明通挡袂牢，回呛讲，就互马实会登去到历史。咱
但是有人在炒马习会，炒不完，炒完那个炒蔡习会有什么意义？不要对马习会，不要对马习会那么敏感。曾经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啊。那如果有机会，两岸吧，这个已经举行过去了啊。是。没有进一步评论，就会他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就让他走到历史去吧。我实在不太喜欢翻这个历史去了。马习会满5周年，北京甲马英九基金会拢举办相关检讨会。陈明通伫咧拿入立委的质询当中，真侪解强调讲，马习会已经是5年前的历史事件。若是中国伫咧5年后重新检视历史事件，嘛重新定调两岸关系，一个中国原则的9二共识。伊认为讲，中国甲对台政策公开已经是阳谋，毋是阴谋。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来讲，全世界武汉肺炎染病已经超过5000万人，尤其是中间有1/4是近来30天来增加出来。目前欧洲平均测3天就会搁加100万的患者出来，美国也超过英国纪录，一天拢有超过10万人新染着病。当当选总统的拜登也公布未来对动传染症专家小组的名单了。拜登的支持者伫白宫附近的街路庆祝，宣称伊答应讲会对抗疫情、经济复苏、种族平等，还有气候变迁等等4大优先。初9的时阵，会针对已经夺走237000条性命的新冠病毒，大声公布一个由12个专家组的工作小组制定防疫计划。按算明年1月份，拜登宣誓就职了后就会启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数超过5000万，其中有1/4是伫咧过去30天新增加的，反映出第2波的疫情香港的程度，而且感染的速度真惊人，累计确诊为3000万增加到4000万，敢若用32天的时间，不过增加到5000万，敢若用21天的时间。10月份是从疫情爆发以来情形上介歹的一个月。除了美国出现高1日新增加确诊超过10万例，是全球头一个下过这个法定的国家。那德州是全美国头一个累计确诊突破100万的州，还有已经超过拉丁美洲，加做目前疫情上介严重的疫区澳洲，累计确诊差不多1200万例，死亡的病例占全球的24%。澳洲目前每3天都增加100万例确诊病例，占全球新增加的病例51%。若法国过去7天，平均每一天新增加确诊的病例超过54400例，比占全球人口1/6的印度增加的速度还佫较紧。Esto que han hecho lo tienen que pagar, lo tenéis que pagar. Y ahora esto no vale para nada. 英国军方参谋总长卡特初白警告，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出现的无确定性、紧张还有烦恼，可能会引发新的安全威胁，甚至是战争。这是伊伫接受英国天空新闻专访的时阵讲的。另外，受到疫情的影响，军方的预算嘛卡掉咧，因为疫情造成的影响已经扩大到军事层面。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昨日本的德仁天皇册封伊的小弟文仁亲王，称作王室的皇嗣。就是未来摆头一个有资格接天王这块，就是文仁亲王本人。因为德仁这条无通着查甫的，即便册封的立皇嗣之礼，也引起日本各界搁在议论，传男不传女这款制度，敢就要有所改变。心中行出每一个脚步，日皇德仁的小弟邱小公文仁亲王，伫咧王妃姊姊的陪伴之下，准备正式升做继承皇位的第1顺位。日本皇室初八举行立皇嗣之礼，当地早起11点，伫咧皇宫内规格上悬的松之间举行。日皇德仁伫咧皇后雅子的陪伴之下，正式向海内外宣告，要立小弟做继承皇位的第1順位。本日ここに立皇嗣宣明の儀を行い、皇室典範の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文仁親王が皇嗣であることを広く内外に宣明します。立皇嗣宣明の儀を挙げていただき、誠に恐れ多いことでございます。皇嗣としての責務に深く思いをいたし、務めを果たしてまいりたく存じます。这场立皇嗣之礼原定今年4月举行，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拖到这个月初八。出席的人数嘛为350人，减少到超50人。有来的人包括首相官议委，还有其他的人拢有挂喙罨，并且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原本的祝贺宴会宫中响宴之仪嘛，因为疫情取消。根据日本现行的皇位继承制度，只有老爸这边的查甫囡仔才有继承的
资格，也因为日方敌人无生后生，才优秀伫文林亲王来继承第1顺位。外界是搁一摆关注日方团查甫唔团查某的议题。2005年，日本内阁烦恼皇位无人继承，捌提倡新任女性，还佫有母系天皇。也毋过随着文林的后生尤林伫咧2006年出事，皇室典范修正案，就暂时无送入去国会审查。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下晡上最新的消息，今日讲今仔日开始，今年度的世界卫生大会会经过电脑镜头连线继续开会，开到礼拜六。虽然有真侪国家拢表明支持台湾，就要参加在内，不过咱到即阵依然是无接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请帖。外交部当也点名讲，中国再三阻挡咱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咱确实是真遗憾、真不满。WHO 它一再的宣称，全球应该要携手共同防疫，不应该遗漏任何人。但是 WHO 却仍然基于政治考量来拒绝邀请台湾参加 WHA， 这不仅是漠视我国人民的健康权利，更对于 WHO 他们宪章自己接诸的全民军舰 Health for All 这样子一个崇高的目标，也是一大的讽刺。外交部表示，台湾积极伫咧争取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过程当中，得到真侪国家支持，包含美国发表声明，望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都要邀请咱去出席。总是一礼拜开会期间，咱也有另外安排探讨癌症这款主题医学会议，同款嘛邀请到真侪国的官员和医疗专家，经过网络互相来交流。再来讲，美国总统大选开票渐渐淡落，早起台湾的股市也对咧大起，开盘就跳起咧13053点，直接超过7月28迄天13031点的纪录，搁再创造出有史以来上高点。总是股票的分析师也指出，虽然庆祝的行情是乐观，不过国外武汉肺炎也搁探无效，这站也着要警戒。美国大选的结果差不多确定啊！台股早盘规个红记记起80点，以13053点开出来了后，指数一路开悬走悬，盘中是起100点，指数一路冲到13149点，嘛创历史新高。民主党胜诉，相信会比较稳定，同时对于美中的贸易也稍微有点缓和下来。一下上一下跌是比较不好了，最好是国家稳定是最好的啦。就伫拜登确定日期逼近了后，台股早盘北道类股差不多拢是起的局势。伫大型宽达股的带领之下，台积电、鸿海、联发科起的幅度拢超过1%。其中台积电上悬来到460块，是起7.5块，市值增加1944亿，贡献大盘指数超64点。若是今年以来相对弱势股王台立光起的幅度嘛超过3.5%。另外传出市场欠货 IC 设计股早盘嘛拢有真好的表现。高价的 IC 设计族群还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那提到所谓的拜登的概念股的，比如像太阳能的部分，事实上表现大概是小涨的部分。美国总统确定之后，很快的会端出一些政策出来，包括防疫啊，包括很多失业啊各方面的政策，这个对于金融市场相对是比较大的激励的部分。分析师认为，讲伫咧选举的无确定性因素消除了后，选后也是有另外一波庆祝的行情。不过最近后边疫情也是无转好的现象，市场伫咧乐观当中也是有爱操烦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讲到美国选出新总统，表示咱和对方经济贸易、投资往来步步拢有进展。若当伫咧推动要签的台美双边贸易协定，咱也会继续尽量争取。苏贞昌院长嘛讲，相信新总统有愿会带领咱两国中间上界大的利益。别日台湾和美国咧往来，定着是会愈来愈密切才是。早起台湾人家己研发的无人自驾巴士，行政院长苏贞昌甲经济部长王美花亲身体验车辆中心的研发成果，嘛象征未来电动车的时代伫咧台湾技术的相关发展。讲到最近美国大选，由民主党的拜登选赢，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认为两国未来的互动会愈来愈密切。更高层次的官员突破几十年来的拘判，现在纷纷来台湾访问，同时我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美国透过民主定序所产生的总统，无论是倒一党，台湾拢会尊重民主的价值。目前台美伫咧经贸、各方面的关系拢真密切。
袂因为政党轮替就来改变，若是即马当地签的经贸协定，嘛一定会尽上大的拍拼。两国之间增加各种贸易方面的彼此合作，跟彼此有各方面的协议，对两国都是好处，所以我们会继续往这一方面来努力。苏贞昌表示，目前台美已经是重要的贸易谈判，相信新任总统拜登嘛以两国的上大利益，搁有自由贸易来做考虑。经济部是表示，像讲目前当地签的台美双边贸易协定方向是袂改变，毋过时间会较慢一寡，会尽力来促进经贸的商业对话。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讲，早起北部的天气确实已经反寒。中央气象局也表示，对今仔日开始到礼拜三，因为透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北部拢会加真凉冷。中南部这边是去予今年度第21个风台外围的气流影响，雨水会加减落挂。尤其下礼拜东北季风若搁再来，温度可能会搁降。伫无啊清查风的外头，东北季风报道，北台湾全做湿寒，迎风的北部、东北部可能有局部落大雨。新北市上溪透早测到16.9度，是拜一平地的上低温。气象局提醒，这波较凉冷的感受会小连续3天，而且伫礼拜2透早温度会搁较低。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从今天开始到周三清晨，北部、东北部气温都会比较偏低。那整个低温状况的话，北部的话跟东北部大概18度左右。那这是都会区的温度，沿海空旷地区以及近山区的温度大概16度左右，提醒大家要多注意保暖。若是中南部地区，透早低温超20度，日时的高温是29度，一暝温差真大，而且受到南海第21号风台爱头外围水气的影响，也是有小可落雨。若是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也是有热带扰动，上紧有机会伫咧拜一发展做今年第22号风台。气象专家预测，未来无排除讲也是会有风台形成。虽然说我们7月没有台风，但是后面呢，等于是追赶上来，只是比较延后而已。未来其实还是有，因为整个太平洋高压呢，位置呢，其实还蛮适合台风的发展。那西南季风呢，也还是有存在，所以这个环境呢，对于菲律宾东边或是南海都是有利于台风生长的条件。专家分析，11月份到12月份所形成的风台，受到北方冷空气的影响，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较低。目前观察后礼拜也各有一波东北季风，温度可能会降，毋过幅度袂伤大，预计要到12月份，寒人的头一波冷气团才会报道。记者综合报道。搁来讲，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定，12月24了后，若无转英语的台湾制造含 MD， 就是意思表示医疗用途，这2粒更硬的喙罨，市民拢袂当搁再销。但即阵进前所生产无转到更硬的喙罨，价销已经咧落，有的甚至写甲比用健保卡徛名咧买一地5块，搁较俗。疫情期间，民众出门拢会挂喙罨，毋过国内疫情等候，伫喙罨有够的状况之下，市面顶挂嘛出现真侪特殊小做的喙罨，大部分的民众嘛拢愿意去买。贵的话，对，还是会想要，因为觉得比较特别。是会想要买，可是买不到。只要是医疗级，我觉得都 OK。应该是拢无差吧？你心理上敢会讲？迄是拢一种噱头嘛。台南艺术工会表示讲，因为这款特殊花草喙罨变做民众的爱用品，真侪业者嘛开始制作。过去高级更硬的喙罨煞无人要买，加上进前国家喙罨对于红茶的讲有人品质歹的喙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就规定讲，12月24了变做上更硬，过去的喙罨敢来当回收，也是搁爱经过卫生单位的认证才会当卖。安尼就互成本增加，这寡原因，互业者想要甲高级更硬的喙罨销出去，即卖价销敢若剩过去的一半。现在的话，因为整个市场的需求也没有那么高，而以黑色来讲，因为很多公司现在开始就会推出特殊的口罩，所以就变成说它的价格一直在掉，2盒499，对，就是已经突破了那个我们实名制口罩的5块钱。虽然民众较无介意一般花草的喙罨，不过也是有一寡民众认为讲，医疗级的喙罨就会使，加减也是会买一寡来应用未来疫情。台南市艺术工会是表示讲，香港用喙罨主要是防止有人偷揽非台湾做的喙罨，民众咧买的时也是爱注意物件是为倒位来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医药的消息，咱来讲，欧洲联盟迄边已经宣布，若是有包含瑞特菌这款成分，带新人的安胎药啊，可能会因为造成心脏、肺部损害副作用，全面禁止使用。
咱国的全民健保开出这款药品的药单，一年就超过12万张。但近年年底，食品药物管理署就会召开专家会议，研究看敢嘛要对咧禁止使用了。未少有心的妇人伫有心的过程中，因为子宫收缩、有早产的现象，需要食安胎药。也毋过含有 Ritalin 的成分的安胎药，可能出现心跳加紧、气水症等副作用。后面已经宣布禁止使用。国内有妇产科医师表示，临床上捌有心的妇人食了后出现严重不良的反应。只有碰过一个案例，就是他有点肺水肿，但是就是说，因为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像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的人用这种药就比较危险。小苏表示 ，Ritalin 成分药品是乙型受体素交感神经兴奋剂的药理基转，定用伫治疗气骨等呼吸道疾病，也有缓解子宫过度收缩的效果。进一步用伫安胎，也毋过甲外界知影的莱克多巴胺无共，健保一年的药单大约有12万张，也毋过因为每一条药单开的剂量无共，也有自费，所以当年使用偌济粒，较无好计算。国内过去这类药品不良反应的通报有34件。食药所接获了总共34件有关于这个 beta agonist 药品用在产科适应症上面的那个不良反应通报，那其中有14件是属于严重不良反应。这严重不良反应是以肺水肿、肺积水这样的症状居多。小苏强调，目前这类的国内许可证拢总有96张，其中24张适应症会当用伫安胎，包括口服加注射，已经发函予妇产科医学会、母胎医学会等相关专业团体，上紧12月底召开药品安全评估咨议小组，由专家进行讨论，看敢是要得到后面的脚步禁用。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来讲台北市柯文哲市长已经有伫 Facebook 恭喜新当选美国总统的 Joe Biden， 也分析讲美国和中国互相对抗的政策目前是未改变。讲到美国猪肉进口这条带，柯市长也是强调，那这是沟通和管理的问题。还有国民党这边也公布民调，表示有将近6成人主张明年美国猪肉开放都要渐按。台北市长柯文哲伫人面册发文，祝贺民主党的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柯文哲大会头特别以英语强调讲，每一票拢真重要，而且以中文甲英文的方式来发文，讲这无定着就是民主政治上界迷人的所在，每一票拢真重要、真珍贵。柯文哲表示，美国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美中的政策袂因为换总统来改变。美国的国家政策不会因为总统改变了，那整个国家政策就急转了，不太可能的。所以。中美对抗的局势，我们认为还是未来至少在我可见的15年以内了。因为明年的1月20号，美国总统才会交接嘛，所以在现阶段，坦白讲，我们应该是3军戒备。也若白宫特别换主人，针对进口有300种美国猪肉的问题，敢有可能还佫有抽屉的空间？国民党公布民调，要6成的人认为讲，应该暂缓明年1月7日开放进口的代志。柯文哲认为讲，进口美国猪肉一直拢无建立理性讨论问题的社会，而且强调讲，这毋是安的问题，是沟通甲管理的问题。政府先宣布说要进口这个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嘛，蔡总统先出来宣布，然后教育部说学生不可以吃，然后国防部说军人不可以吃，我心里面就在想说，你们要不要瞧好再来讲？我们问到了有6成的民众希望蔡政府暂缓1月1号开放莱猪进口，就是美国大选后，那出现了这样的变局。除了暂缓进口有300种的猪肉，这份民调嘛显示，有要5成的民众认为讲，开放莱猪进口也是真恶化着 FTA 台美自由贸易的协定。记者综合报道。刚来讲，早起立法院开始审查公共电视第7届当干事提名人的名单，是讲国民党这边推荐的5位代表拢无出席，总是因为人数已经有够额，审查会议又愿召开。文化部李永德部长也甲话打硬，讲规盘共一党推荐的审议委员拢总缺席，这是拍开一个真恶质的歪例。国民党所推举的审议委员，这个集体缺席这件事情。是创下的一个非常恶质的案例那么这个就是赤裸裸的叫政治绑架。
文化部长李永德针对审查委员确实感觉真遗憾。公共电视第7届当干事审查会议伫初9早起举行，由立法院各党团派15位审查委员来审议，不过国民党团推荐的5位委员全部拢请假无出席。掌握3%的话就通过，小党的话，他只要掌握1/4有没有，他就可以背阁。被审查的这个董监事合理吗？他们现在的名义是请假，实际上我们都了解，可能就是背阁了。他说请假，然后你这样直接就把人家的权利拿掉了嘛？审议委员不应该把这个争议越搞越大。国民党立院党团发表声明指出，有的委员行程已经安排啊，有的还搁伫咧检疫隔离。另外，名单有党派色彩，还搁有去用好决过的人选去用提名，因为安尼希望选出超脱党派、符合社会公正的人选，建议2日才搁开会。也若照公示法的规范，当干事的审查是采用3/4委员同意真权的条件。不过，这敢是全部15席的委员3/4，也是出席委员的4/3，并无明文的规定。审查的办法敢是要修改？修改了后，法律层面的问题，也有修改了后，敢会当随实施等的事项，在会议当中引起大家的讨论。最低的标准1/2出席7名，然后3/4通过，大概就差不多5位、6位委员同意就通过了，跟上次的。全体委员的3/4要到11位，别人可能有绝对不同的解读，那个解读会变成政治化，而不是法律。我是觉得我们不必须今天急的去通过，去负担这个所有罪过。经过2点钟的讨论，将其委员投票表决，决议当干事审查会议修正3/3的规则。不过后摆开会会搁做实际的审查。规范并不是很周延的哈，所以将来如果公共电视有机会修法的话，我认为这一部分哈，把它比较明确的规定哈，会是比较好一点。文化部长李永德指出，若未来有机会修法，建议爱明确规定，才袂个压力拢放伫审查委员身上。也若根据财团法人法，第7届监董事也袂做进前，会由现任的当监事来延任，所以来还阁会持续来做沟通。也若后届会议当时才会召开，目前也袂定案。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高雄市轻便电车第2阶段建设到底敢有要继续进行？顶日市府的捷运局公布民意调查，表示有70%的市民拢支持讲着爱复工。总是第2阶段工程有经过这个线路四边的民众，早起也真侪和国民党的市议员做伙出面，批评轻便电车所行的线路设计了有问题，要求全面爱停工。高雄市国民党籍市议员甲轻铁2街附近的居民，初9早起做伙开记者会抗议，因为市政府大力推动轻铁2街复工，捷运局还阁提出民调的数字表示，有70%的民众支持复工，不过住伫附近反对复工的民众表示，根本都无接到民调公司的电话。我提的安全健康，那法规规定的东西死死的在那边，他公然违反。整个大顺路只剩下6米多，你都没有告诉我们。你要如何救灾？你要如何防止车祸？国民党籍市议员甲反对的民众拢质疑讲，明明就还袂做改善，民调就问民众，若是有改善，敢会支持？这是引导式的问法，会误导民众。针对这点，当今麦早起也是同款的态度，讲上紧这礼拜就会宣布复工。不管是在美术短段，或者是在这个农16道这个大顺路这个部分，我们有在这段是有经过不同的这个优化路型的一些设计，然后再经过动态的评估来看他们对交通的影响。反对复工的民众强调讲，不是反对轻铁，是反对路线设了无好势，甲观光用的轻铁驶入去市中心，甲都市分做2边。也若捷运局表示，新北市第2条轻铁后礼拜就会通车，高雄若阁继续拖落去，恐惊会影响到城市的发展。照目前来看，短时间内双方是真恶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顶日台北市这一间暗中拢咧斗协助香港的技术过来台湾的餐厅，竟然有人赶鸡粪入去破。经过检察官调查，发觉应当是有中国迄边面的人士出钱塞数，早起也以公然侮辱甲恐吓者的罪名，甲动手的嫌疑犯，甲另外3个共犯提出公诉。来看案件发生的现场，嫌疑犯手赶鸡粪入去餐厅的厨房四界破，连店员都破惨落去。警方抓到嫌疑犯甲另外3个共犯了后，证人也经讲是中国迄边面有人出钱塞数。这间保护伞餐厅停业到今3礼拜，目前也已经宣布唔惊人来打击，11月11就会重新开业。
同款台北市的消息来讲，过去12天来，一个已经60-70岁性感的男性，伫咧台北捷运电车内底连续翻过11站，甲人骗烧、性骚扰的案件，多数可拢是以罚金结案。当日煞又搁犯案落网。但现代妇女基金会也提醒讲，若受害者遭遇这款情形，都唔通惊，掠嫌疑犯金上，就会当大家主动的效果。挂喙暗的查甫人伫这份车厢内，眼神是过飘，技术甲坐伫边的查某乘客一直发生相吸。又毋过，这名超过70岁性感的嫌犯，顶日伫北捷板南线被指控对被害查某囡仔做出不当的行为，事后被以性骚扰罪嫌上班。检警调查搁较发现，伊有几摆的性骚扰罪前科，12年之间，就至少有11摆，就算是部分的案件有判刑记录，也毋过拢是以换扣罚金结案。性骚扰犯罪啊，有时候其实是证据的问题，证据面上可能收证不足，这一条罪是一个告诉乃论，也就是说必须有这个受害者提出告诉，那检察官才可以去追诉，那法官才能去做判决。律师表示，因为性骚扰防治法的规范，相当刑期只有2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除了性骚扰防治法之外，行为更加严重的也有性侵害防治法会当来应用，对嫌犯进行强制治疗。若讲是现行犯，也会当处有风险羁押。可以离开那个场域，或者是看一下这个行为人哈，说我已经注意到你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当你觉得确认你其实真的是遇到了性骚扰事件，其实现在公共场域里都有贴这样的告示，你可以跟当地的场所主人去做一些求助。现代妇女基金会认为，除了对犯案者爱判赔，主管机关更加应该有补救的措施，互当事人理解家己的认知行为出现问题。另外，也呼吁被害人在遇到性骚扰的时阵主动搜证，唔能爱提悬敏感度，遇到有无爽快还是怪怪情形的时阵，就爱直接看嫌犯，加看伊一个啊，就会当做到吓惊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愈来愈侪公共场所拢有设 AED 这款急救心脏搭起来的器材。台中市消防局昨嘛发表，顶日一站76岁的老阿公人伫咧高铁站的大厅等车，人煞向倒落去。加载就是站内的救护人员赶紧用 AED 急救，才通有惊无险。救人袂输是咧甲时间走标。今年8月底暗时7点外，一个76岁姓陆的阿伯，伫咧台中高铁的大厅向倒落，全无喘气甲心跳。高铁驻站的护士赶紧去摕 AED， 甲即个阿伯电击了后，有恢复心跳。经销赶到位了后，随替手操作，嘛随甲送去病院。高铁的护理人员他们发现到这个状况，马上就是先评估生命真相，那再立即使用公设的 AED， 快速的处置呢，其实是对于患者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帮助。消防人员指出，若会当伫咧紧急救护黄金时间5分钟内，正确完成生存之类5个动作，存活率就会当大大增加。若是逐项拢无做，患者的存活率1分钟就会降7%至10%。尽早实施 CPR， 第3步尽早实施 AED 电击，第4步是尽早给予高级的紧急救护的照护，第5个是持续的给予心脏的体外的照护术。分享成功救援的案例，台中市消防局呼吁民众，若伫路面看到有人昏去、无心跳、无喘气，先唔通伤过头紧张。AED 设备内底有真清楚的指导，或者是嘛会当透过119的人员用电话指导的方式来操作，而且法律上嘛有免责的规定，保护民众伫咧关键的时阵会当勇敢救人一命。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2年外前开始，行政院农委会编预算，补助地方政府委托民间办理掠蜂掠蛇这款工课，通减少消防人员的负担。毋过农委会当晚认定讲，这算是地方自治的事项。今年年底过，就要搁再补助，无要搁再补助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就要家己编预算、编经费来支应这条开销了。全副武装穿掠蜂的衫，消防员除了拍火以外，有当时还搁爱斗掠蛇。根据高雄市消防局的统计，今年顶半年消防斗掠蜂就13件，掠蛇是达到1881件。2年外进前，农委会编4亿2千万补助掠蜂掠蛇的预算，补助地方政府外包办理。即马这个预算年底就要到期，
不过农委会认为讲，这是属于地方自治的事项，今年底了后就袂个补助。110年，我们是还继续拜托消防局委托办理。那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经费能够筹措或者编列充足，当然就可能会移拨回来在农业局来办理。以高雄市做例，掠蜂掠蛇的业务是由地方政府家己编预算，再个委托厂商来掠蜂。不过掠蛇的计数因为是掠蜂的3倍，考虑到经费也有时效性，目前要是由消防员来负责。也若其他县市做法嘛无共款，亲像新北市、苗栗、嘉义、甲台南，是24点钟拢委托厂商。也若新北市甲花莲县是由消防单位来处理。我们也希望说各地方的首长能够重视到说公务部门的这个业务专责化。以及我们回归专业的部分，应该以其他，例如奖励或者是制度性上面的协助。消防员工作环境促进协会表示，掠蜂掠蛇一定会影响到第一线的消防资源，而且还有可能会造成消防员受伤等等的风险。中央应该持续协助地方，让消防员会当豆豆为掠蜂掠蛇的业务当中退出，真正专职来救灾，还有做救护的专业。记者报道。原来讲，云林县大西一个小学5年的查甫囡仔，唔甘讲家己一家4代人拢住一间破铁厝。64岁阿嬷，佫着爱替人补天，抚养伊长大成人，也来写批予村长请求援助。昨对各地来的50几个志工，拢来翻这间铁厝，帮助这个少年幼囡仔的心愿。借着塑胶水管帮忙装修徛街的基础设施，这阵志工真用心，因为云林大西一名国小5年的查甫囡仔，唔甘64岁阿嬷，住伫简单佮漏水的铁厝，伊修改衫，趁淡薄仔收入，真好请用伊。因为专家只有伊要写字，不忍心阿嬷过得遮尔辛苦。3礼拜前写批予村长要求帮助，当地慈善团体温暖小站透过网络帮忙招募志工。运专带50多人来到沙港，总共报名的35位义工，那实际到场的大概50位超过吧。那目前那个款项够吗？够，对，就是由我们温暖小站还有各地的一些团体共同来完成。志工有的来做台北，有的专程为屏东上北，每一人拢尽一份心力。除了发动募款、买材料帮忙修厝，更加利用周末假日，用10点外钟帮忙翻修铁厝。他怎么会写这个信？要修理家里。感恩啊，感恩哦，这人安尼辛苦啦，甲人斗3工安尼的啊。海边啦，消水员都会漏水。就让他们来帮他修啊，修给他可以才能够维生啊。面对原本破糊无便所的铁厝换新，也搁加装便所，查甫囡仔甲阿嬷真感激，也感谢付出爱心的志工，实现查甫囡仔的梦。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云林来讲，斗南高中的国中部照地方的古早例，举办予学生骑铁马的成年礼。认捌在地产业甲文化以外，嘛望透过活动，予学生会当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望讲这囡仔人长大成人了后，会当独立甲负责。云林斗南高中国中部3年的学生总出动戴安全帽、骑铁马，准备出发。这是斗南高中特别举办的铁马成年礼，予学生认捌在地特色，也在骑的过程中面对路途种种挑战，学生会当独立负责。你未来对自己有什么期许？就希望自己能负责任一点吧。蛮好玩的。好玩。对。你骑到现在有什么感觉？有点累。有点累。未来就是算是成年礼之后，对自己有什么期许？可以再更努力一点。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成熟一点。铁马成年礼规划对斗南高中出发，骑去好舞糖厂，认捌当地制糖产业，刷落去骑到当地大庙顺安宫，完成成年礼，祝福学生很有勇气面对未来挑战。在他一路我们到终点的时候，可能会有其他意想不到的，甚至于可能车子会坏掉，或者是他身体的状况。那我想，小孩子他不管是在学习的路上，还有他人生的路上，他应该都要有这样的有机会可以这样的事先体验。这届铁马成年礼骑的路线特别配合在地特色，希望学生定军地方，未来长大成人也会当独立自主，行出家己精彩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看完，咱换来看台南。台南关电的菱角灯咧大出，
农会嘛开发出菱角茶、菱角面，甚至还有菱角猪脚、菱角排骨，这寡已经煮好的料理包，总是真心甲菱角的食法创造出各种的变化。最近是菱角的产季，台南关田区是全台菱角上大的产地。农会就利用菱角推出侪无共的加工品，其中菱角面是总统蔡英文送予防疫国家队的礼品。10月中之后就进入菱角的盛产期哈，那盛产期的部分哈，大概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时段哈，来推销我们的那个菱角相关的系列产品哈，尤其我们那个菱角面也是入选我们那个英雄面的其中之一哈。台南关田是菱角的故乡。这个菱角食起来口感是甜佮松，摕来做四小也是料理，拢真适合。因为种植的面积是真大，加减会互相竞争，也会提升菱角的品质。关田菱角是台湾最大的产区嘛，优势就是我们灌溉就是用无船头水库的水嘛，你种植的多，农民就有一种概念，它就会比品质大家互相会竞争啊，所以品质会相对的比较好。另外，伫11月时，农会要推出菱角猪脚佮排骨的料理包。即阵食菱角当着是菱角唔赖营养，农会嘛下心神创新，互菱角的食法千变万化。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咱台湾捌伫日本时代做过慰安妇这款老阿嬷，即马只剩2个，还佫伫咧。妇女救援基金会4年前成立阿嬷兜人权馆，望要引起众人来关心慰安妇这桩议题。不过因为政府补助有限，搁再加上疫情冲击，11月初10会先关门，未来则搁刷去别个所在继续拍拼。嗰啲顶讲吼，除了是代表迄阿嬷吼，这个样子吼，就相当于阳明山嘞，即嘛还有芦苇，芦苇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它不折断，它柔弱但是有韧性。照路德的形体打造的电拱，计共59支，抽出来的人名，每一个拢代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后，去互日本定调去做性服务的慰安妇。这间伫咧台北迪化街，真有古味的厝体，对清朝流传到大，不是观察店、杂货仔店、甲米行。5年前，妇女救援基金会上准这个所在有袂少观光客，转改伊设计做阿嬷兜人权博物馆。一个部分是传承整个历史的一些真相的部分，让大家看到真相哈。第二部分希望传承一个女性的一些那个性别人权的一些意涵在里面。未来进前吼，拢想要到讲，这个议题内底吼有遮尔大的学问，来参观了，才了解讲台湾吼有遮尔辛苦的女性有遭受讲这款的议题。不过阿嬷兜人权馆逐个月简单出租就超过15万。妇女救援基金会表示，当年平均得了300-400万，今年搁当着疫情，门票含一寡商品卖了歹，这趟冻到11月初就会关门，准备搬出。大概是每年都是负债在经营的。今年疫情的影响，门票收入像1到6月只有几千块，非常的困难。那之后民众去参观的时候，在那个大同区的附近，然后距离捷运站会更近一点。妇女救援基金会对1992年开始找出阿嬷的故事，教育艺术一步一步陪伴阿嬷行出历史，谈因身上甲心内所留落来的伤痛。基金会讲，阿嬷对资本的59位，即马只剩2个，不过因会继续办展览，望搁较侪人重视性暴力的问题。记者民警张学水台北报道。咱搁来讲，受到枉屈、讲话无人听的感觉是啥款？蔡瑞国舞蹈研究社的舞蹈家詹天真、詹教授踮伫咧城湾死刑犯区和顺活动的现场，用舞蹈要来表现，互众人体会甲了解。用心，我将来要转来，我会遵照你所讲的语言，我甲你做好。舞者规身躯互红色打条条，影细装也是装袂出司法无公义甲社会偏见。
数水外舞蹈研究社的舞蹈家江天晶用舞蹈表现死刑犯屈和顺的处境。伊讲，上大生透过媒体了解一个案件，避免未审先判，后来参与民间的声援行动。发现认定屈和顺有罪的讲法有真济矛盾，警察寻求的证据佫真明显，导致声援愈深，就愈痛苦。我之前也写信，就是明信片寄给邱和顺，然后觉得大家这个社会是去响应这件事，可是我没有想到，竟然是没有结果。然后2年过去，5年过去了，到今天这个阶段，他还是深陷这样子的状况。民间疏解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声援这家23档的死刑犯屈和顺，邀请民众透过艺文体验了解屈和顺的遭遇。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年4月7号的时候有正式递交特赦请求书给蔡英文总统，然后总统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回复，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继续透过民间的倡议行动，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就是邱和顺其实还在检所里面，还正在等待被我们救援。就是我们平常去土城看守所这件事长得差不多是这样。现场请寄出土城看守所接见室，和民众体验。毋但是小命海王的屈和顺等待天光，这道壁小界案件，佮有已经互枪决的，甲已经洗清完整的故事。这3、4档为死刑关头陆续平反的陈胜德、徐自强嘛参加声援。其实已经快要忘记那些事，不过当看到这个的时候，又开始回想在里面一些事，其实会有一些感触啦。屈和顺1988年和警方指控杀害新竹学童律政加保险业务员关洪玉兰。2011年，法院判死刑确定。不过，民间真济团体替伊发冤枉。想要了解案情的民众，会使伫18进前来台北市的湿地艺文展览厅参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咱我来讲，云林北港的金雅苑是地方北管100年义林文化的起源地。2012年，云林县府就公告做县定的古迹，文化部近来也拨款900几万协助整理复原。今日照古例举办上娘的典礼，明年正月就会完工。传统轮路的木造民宅是清代木造厝，现在已经无埕看。里面是砖仔甲木的混合构造，门板阁有传统的雕花彩画，厝顶阁设有半楼式的阁楼，是为在云林北港地区的北管社团吉雅轩。但由老建筑年代超过100年，欠缺维护，现在正在进行精修。当然很高兴啊！我们小时候都在这里玩啊，哎呀，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呢。建筑物在整修的过程中，那我们也跟地方合作，包括这些材料的取得，包括这个原来的历史的鉴定，所以基本上我们也用当地的匠师。北港吉雅轩的内部空间，根据区的临时和这时的功能。是北港重要宗教民俗活动的老建筑，在2012年10月份进行各个为县定古迹。这次透过北港历史再造计划，由文化部补助900多万精修，预定明年1月份完工。本来这种穿透式的吼，是拢袂涂骹，规片拢做好，大概掩起哩。但是这毋是，伊这要做的时是条啊爱徛咧做。所以做牌走，希望一部分把这个北管持续这个就是传统表演音乐传承下来。那另外部分也希望就是说这里也会成为一个就是传习的一个空间。文管处表示，吉雅轩过去由地方人士参加妈祖要紧的活动组成，在清朝咸丰年间开馆，慢慢演变成当地有名的区馆。也是县内少数老建筑社团，未来整修后，会作为传统的乐器传习中心，再现历史的风华。这种有报道。咱再来讲，桃园市的南崁文化协会推动安心宝贝仔路，就是踮南崁国校校区串联52间店头，另外阁和罗德分局合作，尽心要来保障这学生囡仔出入行搭的安全。下课时间打到，有真侪家长已经伫咧门口等，有的是安亲班来接，毋过嘛有真侪囡仔爱家己行路转去。因为前日马来西亚查某大学生的命案，嘛互学生的安全议题受到大家关心。
都有可能在放学途中遇到陌生人搭讪啊，或者是被跟踪，甚至有可能是身体不舒服啊，有些状况，他就可以到我们这些安心宝贝路有贴有标志的店家到里头寻求一个短暂的庇护。店门口有搭一张黄色的安心店家标章，南崁文化协会推动安心宝贝路，在南崁国校的校区内底串联52个店家，共同维护囡仔上下课的安全。而且嘛，甲罗德分局来合作，教囡仔全命3步的脱毒术。自己有3个小孩啊，我女儿在图书馆遇到怪叔叔。说实在，走路回家的孩子其实已经不多了，可是就是因为不多，所以其实更危险。本分局也将针对以上的路线派员执行巡逻及手腕安全维护勤务，确保学童上下学的安全。52张牌仔介绍52个安心店家，而且还有为头家的模样。南崁文化协会希望透过倒定义，让囡仔200店家伫咧上下课的路呢，若是拄到照会，也是去防队等等的状况，都会当去安心店家来要求协助。若是针对囡仔上下课的时间，罗德分局嘛表示会加强巡逻。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地头温度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0度到2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3度到26度；台南、高雄、屏东23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20度到26度；金马、澎湖18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郭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